面书一笔一画，详细比对原图，呈现出上传统的面谱。经过开工仪式了后，准备出店。这是女性紫禁堂的八家将，为1904年成立到今，行过2家子。紫禁堂是标咱5条之一，咱的面谱嘛是按阿公师，就是柯天将阿公迄个时阵就传承落来，按即马拢无去改做重大的改变，基本上拢是用较早上古早的面谱来画。农历3月19是元和宫调拨进灵公圣诞。家将团照惯例为志福宫登去祖庙元和宫祝寿，当时第一摆伫境内绕境祈安。八家将这是一个足传统的文化，爱去传承。啊，毋过咱即马伫外口听到拢是八家将这种污名化的物件，所以我讲咱爱政府也是讲咱百姓拢爱去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文化。如成紫禁堂完整保留出军祝寿仪式，以及定法加强编制等等。持续传承家将的脚步手路甲文化，日前正式订立做文化资产保存团体。得到咱台南市政府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认定啊，起码代表咱规个社会对于咱这个传统的宗教文化，以及对着女性紫禁堂因对这个家将艺术的推广一个上大的肯定啊。借这个机会继续来带咱家将证明嘛，希望讲来外口对家将有兴趣的会当来这学习，咱继续来传承来啊。团内有着大量的家将文物，期盼未来会当成立文物馆。接落来伫5月将规划系列庆典活动，透过展览、工作坊等形式，把家将文化推广出去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